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5，以赛亞書55章7節安尼講：歹人就離開伊的路，不義的人就改換伊的念頭。歸向耶和華，伊要憐憫伊；歸向咱的上帝，因為伊要遍行赦免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歸向你，就要憐憫阮，閣遍行赦免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信實公義、聖潔無瑕疵的全能上帝。你是慈悲憐憫、良善疼痛的慈愛天父。主啊，願承認家己的驕傲甲軟弱，常常照家己的意思去行，袂記得你是慈愛甲公義的主。主啊，求你予阮知，要活倒轉來歸向佇你。主啊，求你找聖神引帶阮，予阮常存着敬畏你的心，也喜愛強守你的話，遵趁你的旨意來行。主啊，願知歹人就離開伊的路，不義的人就改換伊的念頭，因為歸向你的，你要憐憫伊；阮就歸向你，因為你要遍行赦免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